日本长崎县平户市市长黑田诚彦甲该市议会副议长访问团29号一家人来拜会台南市政府，由市长黄伟哲亲自接见，双方都来互相赠送纪念礼品，嘛要具体签署两市友好交流协定书。根据了解，电线杆就是伫平户市诞生，当地嘛设有电线杆纪念公园。所以台南甲平户正是因为电线杆来结缘，加上今年拄好台南市北，互双方的交流合作更高意义。非常高兴，因为郑成功的结缘，能够跟平户市缔结友好协议，也能够接待奎一先生的后事。那我们我相信这段历史牵起了3方面。非常好的情谊跟友谊，特别在延平郡王祠以及郑成功祖庙进行了这个国家中枢的仪式，以及这个正式宗祠的仪式。那不管是国家的仪式，或者是他们家族的仪式，事实上都充分证明了这段台南文化的这个深厚的底蕴，也见证了这段历史的一个文化上的意义，更希望在展望未来，能够让台南平户以及甚至我们在荷兰甚至其他的国家，能够跟台南走向世界的另外一个里程碑。两市签署友好交流协定书以后，将伫文化、教育、体育等各方面活动、期待交流、鼓等等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